5月25號生日嘅朋友，祝你生日快樂，身心靈健康。你係一個堅持自我嘅完美主義者，好注重細節，有少少藝術家嘅氣質，成日都覺得如果可以突破自己嘅話呢，咁就更加好啦。消息好靈通，重視親身嘅體驗，個人品味呢亦都好獨特。個人比較感性一啲啊，而有情緒嘅波動，陰晴不定。而喺感情方面，因為你嘅興趣好廣，話題亦都好多，好多時呢會成為焦點嘅所在。你都願意配合對方，但係有好多時呢，你會比較少講自己嘅真心話，所以對方會覺得你呢有層隔膜喺度。而結咗婚之後呢，你好需要有一個自己嘅領域，你好需要 me time， 有自己嘅個人空間。而喺性嘅方面呢，越親密可能反而越難表達你自己，越有冷感嘅出現。但係你都會有性嘅渴求，所以呢，你有機會接受 one night stand 嘅。而財運同埋事業方面又點呢？你唔中意俾人使，唔中意俾人命令，一啲自由度比較高，少啲限制嘅工種呢會比較啱你多啲嘅。你好在乎一種和諧感啊！如果喺工作氛圍入邊呢，大家做好自己嘅工作，一齊共存嘅話呢，對於嚟講會比較舒適多啲。你對錢冇乜好大感受，只係覺得係生活嘅必需品。如果需要錢嘅話呢，做嘢呢就可以揾到錢啦。而你嘅生命課題係啲咩呢？你需要嘅可能係一種自在感啊！你喺每一個環境嗰度呢，你都覺得有啲唔係好自在。可能由細到大你會比較早熟少少啦，睇到嘅一啲人性啊、人事物，令到你會比較成熟少少，而令到你對好多嘢呢都抱一個質疑嘅態度。如果可以純粹多少少，好似小朋友咁樣享受呢個人生嘅話呢，對於你嚟講，你成個生命都會輕鬆同埋自在好多㗎。